父亲带着熊孩子在岸边数鸭子，可刚数好的鸭子竟突然少了一只，男人蒙圈了。难道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？其实水下的生物便是雷神的克星，是当年洛基注射了奥丁的血液生下的城市巨蟒耶梦加德。自从第2季里雷神与巨人族大战之后，索尔便向弟弟洛基许下承诺，维系世间的和平，将雷神之锤封存。于是两大种族也迎来了暂时的停战，但两族之间的仇恨却没有被遗忘。即使不动用雷神之锤，索尔依旧拿起现代人的法律收集证据，继续追究鱼图工业污染水源的事。面对群众声势浩荡的游行抗议，鱼图的掌权人福友也有他的应对之策。他召开记者发布会，声称鱼图工业可以迁移小镇，甚至也可以被迫选择破产。此消息一出，污染水源的事反倒成了小事，因为当地的居民几乎都在鱼图工业上班。如今他们更担心自己的车贷、房贷拿什么去还。同时，索尔也意识到自己对抗的不仅仅是巨人家族，而是一场人心与利益的残酷斗争。情绪低落时，索尔的内心滋生出一股冲动，他拿出尘封已久的雷神之锤，一口气跑到山顶，用尽全身力气将锤子发泄般的撇出，目标是前方悬崖峭壁上的巨石。巨石的掉落刚好砸中下方的供电站，瞬间造成小镇电力瘫痪。不过索尔却因为停电发现了负责维修电力的大妈，她曾经是鱼图工业的员工，因为化工原料有毒患上了癌症被开除。在索尔极力的劝说下，大妈也愿意出庭作证。可第2天大妈竟意外的死了，表面上看像是安灯泡不慎掉落致死，大妈可是干了一辈子的电工，怎么会犯这样致命的错误？用脚后跟也能猜到这一定是巨人族干的。于是他不再向往和平，拿起雷神之锤就闯入巨人族的豪宅，狠狠地教训巨人族的掌权人福友。没想到堂堂的巨人族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也会害怕，未能保住狗命甚至都可以卑躬屈膝。看到死对头惧怕的样子，索尔露出从未有过的狂妄笑容。为了满足自己的报复心理，他将锤子试探性的靠近对方，让他们真切的听着战锤的死亡低吟。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被别人惧怕带来的快感，可能是虚荣心的作祟，他并没有杀了对方。不过从那以后，索尔会经常对着镜子耍帅，每次出门都会将锤子带在身边，时刻提醒着巨人族，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小命永远掌握在别人的手中。不甘受辱的福友找到了洛基，逼迫他尽快让陈氏巨蟒参战，弄死雷神。其实洛基并不想看到这个结果。另一边，之前因背叛家族沦为奴隶的萨克莎却想出了对付索尔的办法，但前提要先解开他的枷锁，恢复他的自由。